大家好，歡迎返嚟 Otta 讀書會。喺開始今日嘅分享之前，我想先介紹呢條片嘅贊助商 NordVPN。喺美麗新世界入面，人類活喺一個高科技監控社會，由出世開始就被洗腦操控，毫無私隱，變成一班大量生產嘅複製人。喺現實世界，我哋每次上網嘅瀏覽數據其實都俾網站收集緊，佢哋用大數據推算我哋嘅喜好，試圖控制我哋嘅消費，將我哋變成一模一樣嘅複製人。如果你唔想被大數據睇透，我強烈建議你用 NordVPN 保護自己。NordVPN 而家已經進化為一個全功能數位安全應用程式，將極速 VPN 同新一代防毒軟件完美結合。我平時上網揾資料一定會長開 NordVPN。佢唔單止幫我隱藏真實 IP 同加密數據，就算出街用免費 public WiFi 都唔驚資料外泄。最勁嘅係佢私隱至上嘅新一代防毒工具，會喺源頭主動攔截威脅。佢會幫我識別假冒網頁、封鎖釣魚同詐騙網站，仲會主動掃描 download 落嚟嘅 file 有冇惡意病毒，配合反追蹤功能，連黑人憎嘅廣告都封鎖埋。只需一個 app 就有進階防護，零麻煩。當然，佢強大嘅 VPN 功能依然喺度，好似我整片需要用海外嘅 AI 工具，或者出國旅行想用返香港嘅網站，只需要一個掣就可以切換伺服器，打破地區限制，真正享受科技嘅便利。想升級你嘅線上防護，攞返主導權，大家可以輸入以下網站 nordvpn.com/otta， 或者置頂留言嘅專屬連結，又或者付款時輸入優惠碼 otta。當然，亦可以 scan 畫面上嘅 QR code 下載 NordVPN app。而家訂閱 NordVPN 2年計劃，仲額外送多4個月，兼且享有24小時全天候客服同30日退款保證。裝備好防護網，我哋即刻進入今日嘅美麗新世界。如果你睇過我 channel 之前介紹嘅1984同動物農莊，相信對極權主義嘅可怕唔會陌生。而今日我想分享另一本名著，英國作家奧爾德斯·赫胥黎筆下嘅《美麗新世界》。呢本1932年出版嘅作品，同樣被譽為反烏托邦嘅經典之一。作者筆下嘅世界猶如預言一樣，預示咗好多現今科技嘅誕生，以及隨之而嚟嘅社會道德問題，例如生物基因改造、高效監控同埋消費主義社會等等。美麗新世界嘅設定同我之前分享過嗰兩部作品好唔同，佢表面睇落非常完美，人人都可以好快樂，驟眼睇之下每個人都好似有自己專屬嘅位置，但事實又係咪真係咁呢？喺開始分享之前，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我同你講有一個世界冇戰爭、冇貧窮、冇疾病，每個人由出世到死亡都生活得幸福快樂，你願唔願意住喺嗰度呢？請先喺心中記住你嘅答案。因為喺今日嘅分享完結之後，你可能會對呢個答案有全新嘅睇法。故事發生喺遙遠嘅未來，一個叫做福特紀元632年嘅時代，成個世界被劃分為10個區域，由10位世界控制者共同管理。而喺倫敦，一座灰色嘅34層高建築物，門口寫住中倫敦生育與培育中心，呢度就係故事嘅起點。中心嘅主任，一位權威人物，正帶住一班年輕嘅學生參觀。佢哋嘅世界建立喺集體、身份、穩定呢3個原則之上。主任自豪咁向學生展示，人類已經唔再由母體胎生，而係喺工廠嘅試管入面，好似工業產品咁被大量生產。喺受精室入面，數百個技術員正專注咁操作儀器，將經過篩選嘅卵子同精子結合。主任解釋，呢啲受精卵會根據社會嘅需要被劃分為5個階級，最高級最聰明嘅 Alpha 阿爾法負責管理同思考，其次係 Beta 貝塔，然後係普通嘅 Gamma 伽馬，再下級係遲鈍嘅 Delta 德爾塔，最低級嘅就係智力低下只適合做厭惡性體力勞動嘅 Epsilon 埃普西龍。每個階級嘅命運喺佢哋仲係一個細胞嘅時候就已經被決定咗。呢個世界嘅穩定就係建立喺呢種森嚴而且科學化嘅等級制度之上。主任跟住介紹咗一項令學生驚嘆嘅技術，叫做波卡諾夫斯基流程。佢解釋，一個正常嘅卵子只會發育成1個胚胎，但經過 X 光照射同化學處理之後，一個卵子可以分裂出最多96個完全相同嘅胚胎。呢96個胚胎會成長為96個一模一樣嘅複製人。
呢項技術主要應用喺伽馬、德爾塔同埃普西龍呢啲低階級身上。主任興奮咁講：96個一模一樣嘅多胞胎，操作96部一模一樣嘅機器，呢個就係進步。呢種標準化嘅生產方式，徹底消除咗個體差異，為社會穩定打下咗最堅實嘅基礎。胚胎喺玻璃瓶入面成長嘅267日，仲會接受各種精心設計嘅命運規劃。例如，未來要被派去熱帶地區做礦工嘅胚胎，會喺瓶內接受熱度培育，令佢哋出世之後就本能咁鍾意高溫。而要成為太空火箭維修員，就會喺容器入面不斷旋轉，以培育佢哋超凡嘅平衡感。甚至連氧氣供應都會被精確控制，階級越低，氧氣供應就越少。咁樣可以確保佢哋嘅智力同體格唔會超越佢哋應有嘅水平。當嬰兒出瓶之後，培育仲未結束。主任帶學生去到育兒所，進行咗一個令人心寒嘅示範。一群屬於德爾塔階級嘅8個月大嬰兒，被放到一個放滿鮮花同精美圖書嘅房間。嬰兒天真咁爬向呢啲美麗嘅事物，但係當佢哋一接觸到，刺耳嘅警報聲會突然發出，地板仲會通電，令嬰兒受到強烈電擊而極度驚慌。重複幾百次之後，嬰兒嘅潛意識就會將鮮花同書本同恐懼同痛苦嘅感覺連結埋一齊。主任解釋，咁樣做係為咗經濟效益，因為欣賞大自然係免費嘅，唔會促進消費，而書本可能會令人產生危險嘅思想，威脅社會穩定。透過呢一種條件反射作用，低階級嘅人長大之後就會本能咁厭惡知識同自然，只會將時間花喺被安排好嘅工作同消費娛樂上面。另一個更重要嘅控制手段叫做睡眠教育。喺嬰兒同細路仔瞓覺嘅時候，枕頭底嘅喇叭會不斷輕聲，重複播放各種道德格言同階級意識口號。例如，我好高興自己係一個貝塔，因為我嘅工作冇阿爾法咁辛苦，而且我比伽馬同德爾塔優越得多。呢啲不斷重複嘅暗示會喺人最冇防備嘅時候直接烙印喺潛意識入面。書中提到62400次重複就構成一個真理。透過睡眠教育，每個人都樂於接受自己嘅社會階級，並且深信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嘅集體主義信條係天經地義。喺呢個被稱為世界國入面，家庭、父母、一夫一妻制呢啲概念已經變成咗猥褻，甚至令人作嘔嘅禁忌。因為親密而排他嘅情感關係會帶來妒忌、佔有欲同痛苦，呢啲都係社會唔穩定嘅根源。為咗消除呢啲負面情緒，世界國提倡性自由同性濫交，每個人都屬於其他每一個。細路仔由細到大就會被鼓勵玩各種情色遊戲，同一個人維持持久嘅關係，反而被視為係唔正常嘅行為。而當任何人感到焦慮、憂愁或者有任何負面情緒嘅時候，佢哋都有一個終極嘅解決方法，就係食一種叫做蘇摩嘅完美藥物。蘇摩可以帶來快感，令人進入一個冇煩惱嘅心靈假期，而且據稱完全冇副作用。正係透過呢啲基因工程、心理培育同藥物控制，世界國成功打造咗一個表面上幸福快樂嘅美麗新世界。喺呢個高度統一嘅社會，依然有啲人同周圍格格不入。故事嘅其中一位主角伯納德馬克思就係咁樣一個異類。佢係一個最高級嘅阿爾法，一個心理學家。但據聞喺胚胎時期，有人唔小心喺佢嘅替代血液入面加入咗酒精，導致佢嘅身材比正常嘅阿爾法矮小。呢個生理上嘅缺陷令佢產生咗強烈嘅自卑感同疏離感。佢唔中意參加嗰啲嘈雜嘅集體活動，亦都厭惡呢個社會所提倡嘅性濫交。佢反而中意獨處，中意喺靜靜地嘅地方思考一啲其他人覺得好古怪嘅問題，例如自由同意義。佢會渴望體驗真正嘅深刻嘅情感，而唔係轉瞬即逝嘅感官刺激。呢啲思想令佢喺同伴眼中成為一個怪人，一個需要小心提防嘅對象。故事嘅女主角萊莉娜·克羅恩就係伯納德嘅完全相反。伯納德同萊莉娜係中倫敦培育中心嘅同事。伯納德係研究睡眠教育嘅高級心理學家，而萊莉娜就係負責幫胚胎打疫苗嘅技術員。喺呢個阿爾法同貝塔嘅高級社交圈子入面，佢哋本身就認識大家。萊莉娜係一個標準嘅貝塔，身材豐滿，樣貌美麗，性格開朗，完全接受社會灌輸俾佢嘅一切價值觀。佢享受同唔同男人交往，熱衷於消費同玩樂。
覺得伯納德嘅思想奇怪又難以理解，但同時佢又對伯納德呢種與眾不同嘅氣質有啲好奇。當時萊莉娜同一個叫亨利·佛斯特嘅標準阿爾法交往咗4個月，佢嘅朋友芬妮就不斷勸佢，話佢咁樣唔濫交係唔健康嘅行為。伯納德對萊莉娜有好感，但佢又好憎其他人，好似討論一件貨物咁討論佢。佢鼓起勇氣邀請萊莉娜同佢一齊去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度假，一個位於新墨西哥州嘅野人保留區。呢個保留區係世界上少數幾個冇被文明統治嘅地方，住喺嗰度嘅人依然過住幾千年前嘅原始生活。佢哋會結婚生仔，有自己嘅宗教信仰，亦都會經歷衰老、疾病同死亡。對於文明世界嘅人嚟講，呢啲都係難以想象嘅野蠻行為。伯納德想去保留區係出於一種對唔同生活方式嘅好奇，佢想睇下一個冇被控制嘅世界係點樣嘅。而萊莉娜最初只係覺得呢個地方好新奇，而且伯納德作為一個阿爾法心理學家，先至有資格申請到通行證，機會難得。佢哋嘅第一次約會，伯納德就表現得好古怪，佢唔想去玩嗰啲平時阿爾法會玩嘅運動，反而想帶萊莉娜去睇海。想同佢單獨傾偈，萊莉娜完全唔明，覺得好無聊。佢話我哋成晚都可以單獨相處。伯納德想追求嘅係精神上嘅交流，但萊莉娜所理解嘅單獨相處就只有肉體上嘅結合。呢個分歧預示咗佢哋之後嘅衝突。當伯納德同萊莉娜到達野人保留區之後，萊莉娜受到極大嘅文化衝擊，眼前嘅一切都令佢感到作嘔。地上嘅垃圾，周圍飛嘅蒼蠅，半裸嘅土著，身上嘅異味。佢見到一個滿面皺紋、牙齒都甩晒嘅老人慢慢咁行過，嚇到面色發青。喺佢嘅世界，人透過荷爾蒙治療可以一直保持年輕嘅樣貌，直到60歲，然後安然離世。佢從來冇見過衰老呢回事。佢又見到一個媽媽坐喺地下，解開衣扣，為自己嘅嬰兒食奶。呢個喺佢哋眼中極度猥褻嘅胎生畫面，令佢即刻擰轉頭。佢完全無法理解點解呢度嘅人要忍受呢啲骯髒、疾病同痛苦，而唔去過文明世界嗰種乾淨、健康又快樂嘅生活。佢不停咁抱怨，話好想食蘇摩嚟逃避呢啲恐怖嘅景象。對佢嚟講，呢個保留區根本就係一個活生生嘅地獄。而佢哋嘅印第安導遊對呢兩個來自文明世界嘅入侵者，亦都表現出冷漠同敵意。呢種格格不入嘅感覺令萊莉娜越來越不安。跟住佢哋被帶去觀看一場當地嘅宗教儀式。廣場上聚集咗好多印第安人，鼓聲不斷咁響。突然，一群戴住恐怖面具、身上畫滿圖案嘅舞者出場，佢哋圍住一堆蛇跳舞，氣氛越嚟越緊張，越嚟越狂熱。然後一個年輕嘅印第安少年行出嚟，一個戴住豺狼面具嘅男人開始用鞭子狠狠咁抽打佢。每一鞭打落去，少年嘅背脊就多一道血痕，但佢冇發出任何聲音，繼續圍住蛇堆行。圍觀嘅群眾發出既恐懼又興奮嘅嘆息聲。萊莉娜睇到呢個血淋淋嘅畫面，終於忍唔住，嚇到喊咗出嚟。佢大叫：快啲叫佢哋停手！佢完全唔明白點解要用呢種自殘嘅方式去進行宗教儀式。喺佢嘅世界，所有唔愉快嘅事都可以用蘇摩解決，痛苦係完全冇必要嘅。呢場殘酷嘅儀式徹底摧毀咗佢對呢個新奇地方嘅幻想。正當佢哋驚魂未定嘅時候，一個金髮白皮膚但係穿住印第安服飾嘅年輕人行咗過嚟。佢用流利但係帶啲古怪口音嘅英文問佢哋：你哋係咪文明人？呢個年輕人就係故事真正嘅主角約翰。佢嘅出現令伯納德同萊莉娜非常驚訝。經過一輪交談，佢哋知道咗約翰嘅身世。佢嘅媽媽琳達原本亦係一個來自文明世界嘅貝塔。20幾年前，佢同佢當時嘅伴侶嚟到保留區旅行，但係喺一次意外中走失，仲發現自己有咗新人。喺保留區冇墮胎設施，佢只好將約翰生出嚟。由於帶住個仔覺得好羞恥，琳達就一直冇辦法返去文明世界。佢喺保留區過得非常痛苦，佢無法適應原始生活，又極度渴求文明世界嘅舒適同蘇摩。因為冇接受荷爾蒙治療，佢嘅樣貌變得又老又肥，同文明世界嘅人形成強烈對比。約翰就喺呢兩個世界嘅夾縫中長大。佢嘅媽媽教佢讀書寫字。佢喺保留區唯一可以接觸到嘅書係一本破爛嘅莎士比亞全集。
莎士比亞作品入面嗰啲關於愛情、妒忌、悲劇、榮譽同罪惡嘅描寫，塑造咗約翰嘅成個世界觀同道德觀。佢渴望體驗嗰種轟轟烈烈嘅情感，但同時佢又因為自己嘅白皮膚以及媽媽被視為唔檢點嘅行為，而被保留區嘅印第安人排擠，無法真正融入佢哋嘅社群。約翰係一個雙重嘅局外人，佢既唔屬於原始世界，亦唔屬於文明世界。當佢第一次見到美麗嘅萊尼娜時，佢立刻將佢當成係莎士比亞筆下不食人間煙火嘅女主角，例如《暴風雨》入面嘅米蘭達，對佢產生咗一種充滿詩意同理想化嘅愛慕。佢嘅心入面充滿咗對美麗新世界嘅幻想，一個佢媽媽口中完美無瑕嘅地方。另一方面，伯納德喺林達嘅口中得知，佢當年嘅伴侶竟然就係自己而家嘅上司，生育與培育中心嘅主任湯馬金。伯納德立刻意識到呢個係一個千載難逢嘅機會，如果佢可以將林達同約翰帶返倫敦，當眾揭穿主任嘅秘密，咁樣不但可以報復主任平時對佢嘅打壓，仲可以令自己聲名大噪。於是佢運用自己嘅職權，好快就攞到咗主宰者嘅特別批准，將呢對被遺棄喺野人保留區嘅母子帶返倫敦。呢個決定不但會徹底改變伯納德嘅地位，更會將約翰推向一個佢完全無法想象亦無法承受嘅結局。伯納德帶住林達同約翰返到倫敦之後，佢嘅計劃進行得非常順利。佢特意選喺主任當住成個受精室嘅員工面前，公開指責伯納德行為不檢，要將佢流放到冰島嘅時候，將林達帶咗出嚟。林達一見到主任就激動咁衝上前攬住佢，大叫佢嘅名字湯馬金，然後佢當住所有人面前講咗最驚人嘅事實，佢為湯馬金生咗個仔。喺呢個視媽媽同爸爸呢啲詞語為禁忌嘅世界，呢個消息好似一個炸彈。然後約翰行入嚟跪喺主任面前，叫咗一聲我嘅爸爸，全場爆發出無法壓制嘅嘲笑聲。主任喺極度嘅羞辱之中，當場身敗名裂，第二日就辭職消失咗。而伯納德就因為帶返嚟呢位識得講嘢，仲識引用莎士比亞嘅野人，一夜之間成為咗倫敦最炙手可熱嘅人物。所有上流社會嘅人都爭住想同佢打交道，想透過佢見一見呢位傳說中嘅野人。以前嗰啲睇佢唔起嘅同事，而家都對佢阿諛奉承；以前拒絕過佢嘅女人，而家都主動投懷送抱。伯納德完全沉醉喺呢種突如其來嘅權力同虛榮之中。伯納德開始以監護人嘅身份帶住約翰參觀文明世界嘅各種設施，將佢當成係一個展品。佢哋去到一間工廠，約翰見到幾十個一模一樣、智力低下嘅德爾塔複製人喺流水線上做住重複單調嘅工作。佢覺得極度恐懼同惡心，忍唔住跑出去嘔咗出嚟。佢引用莎士比亞《暴風雨》入面嘅台詞：啊，美麗新世界入面竟然有咁樣嘅人，語氣充滿沉痛同諷刺。佢無法理解點解人可以被當成標準化嘅零件咁被製造同使用。然後佢哋去到伊頓公學，一間專為阿爾法階級而設嘅學校。喺地理課上，老師播放住一段關於野人保留區宗教儀式嘅影片。影片入面嘅懺悔者正喺度鞭打自己。課室入面嘅學生睇到呢一幕，竟然個個都喺度大笑，覺得非常滑稽。約翰痛苦咁問：點解佢哋要笑呢？佢唔明白點解一個關於信仰同贖罪嘅莊嚴行為，喺呢啲文明人眼中只係一場笑話。呢個世界嘅一切都同佢喺莎士比亞作品入面學到嘅高貴、尊嚴同深刻情感背道而馳。至於約翰嘅媽媽林達，佢嘅回歸並冇引起任何關注，冇人想見呢個又老又肥、代表住媽媽呢個猥褻概念嘅女人。對林達嚟講，返到文明世界唯一嘅意義就係可以攞到無限量供應嘅蘇摩。佢終日躺喺伯納德屋企嘅一間房入面，靠住不斷食蘇摩嚟逃避現實，沉浸喺無盡嘅藥物快樂之中，但正正因為咁，佢嘅身體迅速衰敗。醫生話咁樣落去，佢好快就會因為呼吸系統衰竭而死。但係呢個世界，呢種喺幸福嘅幻覺中離世，被認為係一種理想嘅死亡方式。約翰對此感到非常痛苦，佢想同媽媽好好相處，想照顧佢，但林達已經完全沉溺喺藥物嘅世界，對佢視而不見，甚至認唔出佢。約翰同萊妮娜之間嘅關係亦都越來越緊張。
萊尼娜被約翰獨特嘅氣質深深吸引，但佢完全唔明約翰嘅思想。佢哋一齊去睇咗一場感官電影。呢種電影唔單止有畫面同聲音，仲可以令觀眾感受到電影入面角色嘅觸感。電影內容庸俗又色情，約翰睇完之後覺得極度惡心，佢鬧呢啲嘢係下流。嗰晚萊尼娜送約翰返屋企，佢按照自己嘅社會習慣，以為係時候要同約翰發生關係，佢直接咁開始除衫，準備獻身。但係呢個舉動喺約翰眼中係極度輕浮同不知廉恥嘅行為。約翰嘅愛情觀係建立喺莎士比亞式嘅浪漫、考驗同婚姻承諾之上。佢想為萊尼娜去做啲英勇嘅事，去證明自己配得上佢，而唔係咁樣直接嘅肉體結合。當萊尼娜赤裸咁走向佢嘅時候，約翰覺得自己純潔嘅理想被徹底玷污，佢嘅愛慕瞬間轉化為極度嘅憤怒同失望。佢捉住萊尼娜，大鬧佢係淫婦，將佢推開，仲打咗佢一巴掌。萊尼娜嚇到魂飛魄散，完全唔明點解自己一番正常嘅示好會換嚟咁激烈嘅反應。佢只好着翻衫，狼狽咁逃走。呢次激烈嘅衝突標誌住約翰同美麗新世界之間嘅矛盾已經無法調和。佢所珍而重之嘅一切，例如愛情、貞潔、尊嚴、道德，喺呢個世界入面都只係被當成係荒謬可笑、需要被拋棄嘅過時觀念。佢嘅孤獨感比喺保留區嘅時候更加強烈。與此同時，伯納德嘅好日子亦都到咗盡頭。為咗討好上流社會嘅權貴，佢喺屋企辦咗一個盛大嘅派對，答應咗所有賓客，話野人約翰將會係當晚嘅主角。但係經歷咗同萊尼娜嘅衝突之後，約翰對呢個虛偽嘅世界感到極度厭惡，佢將自己反鎖喺房間入面，點樣都唔肯出嚟見客。伯納德喺門口苦苦哀求，甚至喊咗出嚟，但約翰只係用印第安土語鬧佢。最後伯納德只好尷尬咁向一眾失望又憤怒嘅賓客宣布，野人唔會出現。嗰啲權貴覺得自己被戲弄，佢哋鬧佢係個呃人嘅小丑，仲話關於佢胚胎時期被注入酒精嘅傳聞一定係真嘅。轉眼之間，伯納德就由一個社交紅人變翻做以前嗰個被人鄙視嘅矮仔。佢嘅虛榮同權力其實就只係建基於約翰呢個展品之上。一旦展品唔合作，佢就一無所有。派對不歡而散，伯納德獨自坐喺空無一人嘅客廳，感到徹底嘅絕望同羞辱。佢短暫嘅輝煌就咁樣畫上咗句號。喺伯納德失意嘅時候，唯一冇離開佢嘅係佢嘅朋友克姆霍茲華生。克姆霍茲係一個真正嘅異類，佢唔係因為生理缺陷，而係因為精神上太過卓越而感到同社會格格不入。佢係一個情感工程師，一個寫宣傳口號嘅專家，但佢覺得自己寫嘅嘢都好空洞。佢渴望寫一啲真正有份量、有激情嘅嘢。當克姆霍茲同約翰見面之後，兩個人一見如故。克姆霍茲雖然唔可以完全理解莎士比亞作品入面關於家庭、嫉妒呢啲情感，因為喺佢嘅世界呢啲嘢已經唔存在，但佢能夠欣賞到莎士比亞語言嘅強大力量同藝術性。佢哋兩個人可以坐埋一齊讀詩，呢種精神上嘅交流係約翰喺倫敦唯一得到嘅慰藉。我哋嘅三位主角約翰、伯納德同克姆霍茲都因為唔同嘅原因成為咗呢個美麗新世界嘅邊緣人。佢哋同呢個社會嘅最終決裂已經無可避免，而呢個決裂嘅導火線就係約翰嘅媽媽琳達之死。有一日，約翰收到電話話佢媽媽琳達情況危殆，已經被送去臨終醫院。約翰立刻趕去醫院，希望喺媽媽臨終前陪伴佢，同佢好好告別。但係醫院嘅景象令佢再次陷入崩潰。呢間所謂嘅醫院根本唔係一個俾人安靜離世嘅地方，而係一個充滿廉價娛樂嘅死亡工廠。每個病床前面都有一部電視，不斷播放住節目，空氣中定時噴灑住唔同味道嘅香水，背景音樂播住輕鬆愉快嘅合成音樂，所有嘢都係為咗營造一個愉快嘅死亡氣氛，令垂死嘅人唔會感到恐懼或者悲傷。呢種做法喺約翰眼中係對死亡尊嚴最極致嘅侮辱。更加令佢無法忍受嘅係一群接受死亡教育嘅8歲複製人細路喺護士嘅帶領下圍住琳達嘅病床。佢哋從來冇見過一個因為自然衰老而變得肥胖、滿面皺紋嘅人。於是佢哋好奇又殘忍咁指指點點，細細聲咁話琳達好醜樣，好嚇人。
喺佢哋被培養好嘅觀念入面，死亡只係一個普通嘅生理過程，同大小便冇分別，完全唔需要有任何情感反應。約翰憤怒咁趕走呢群細路，佢坐喺媽媽床邊，嘗試回憶起童年時同媽媽一齊嘅溫馨片段，但係琳達已經喺蘇摩嘅長期作用下神志不清，佢嘅意識喺幻覺同現實之間游離。當佢聞到空氣中嘅香水味，佢竟然將約翰錯認做自己喺保留區嘅舊情人，一個叫波普嘅印第安人。佢含糊咁叫住波普，呢個對約翰嚟講係最沉重嘅打擊。佢一直以嚟嘅悲傷、悔恨同對媽媽嘅愛喺呢一刻被徹底否定。佢覺得自己被媽媽遺棄咗。喺極度嘅悲痛同憤怒之下，佢捉住媽媽嘅膊頭，用力搖佢，大叫話：我係約翰啊！佢想將媽媽從幻覺中叫醒，想喺佢臨死前得到佢嘅承認。但係佢呢個激烈嘅舉動，反而令到本來已經呼吸困難嘅琳達窒息。琳達喺極度嘅驚恐之中掙扎咗幾下，就斷咗氣。約翰睇住媽媽因為窒息而扭曲嘅面容，感到無比悔恨同絕望。佢覺得係自己親手殺死咗媽媽。呢個沉重嘅打擊成為咗壓垮佢嘅最後一根稻草。約翰失魂落魄咁離開病房。嚟到醫院嘅大堂，當時正值下班時間，一大班屬於德爾塔階級嘅醫院員工正排緊隊等住領取佢哋每日嘅蘇摩配給。佢哋每個人嘅樣貌都幾乎一模一樣，眼神空洞，表情麻木，唯一期盼嘅就係攞到嗰幾片可以令佢哋忘記一切嘅藥丸。眼前呢一幕同佢媽媽被藥物徹底摧毀，喺幻覺中死去嘅景象重疊埋一齊。約翰嘅悲傷瞬間轉化為一股怒火，佢覺得就係呢種叫蘇摩嘅毒藥殺死咗佢媽媽，亦都勞役緊眼前呢班可憐嘅人。佢覺得自己有責任去解放佢哋，於是佢衝向派發蘇摩嘅櫃台，大聲呼籲排隊嘅德爾塔員工放棄蘇摩，爭取真正嘅自由。佢鬧佢哋係自願為奴嘅嬰兒，話蘇摩係毒害佢哋靈魂嘅毒藥。但係嗰班德爾塔完全唔明佢講咩，佢哋只係憤怒咁望住呢個想搶走佢哋快樂泉源嘅黐線佬。約翰睇佢哋冇反應，就一手搶過裝住蘇摩嘅箱，將一排排嘅藥丸掟出窗外。呢個舉動徹底激怒咗人群，一場暴動就此爆發。德爾塔員工好似發咗癲咁衝向約翰，想搶翻佢哋嘅蘇摩。喺呢個危急關頭，啱啱趕到醫院嘅克姆霍茲睇到自己嘅朋友被圍攻，一絲猶豫都冇就衝入人群，同約翰並肩作戰。佢大笑住話：終於似翻個男人啦！佢亦幫手將蘇摩掟出窗外，而另一個朋友伯納德就喺旁邊嚇到唔知點算好。佢又想去幫手，又驚死，喺嗰度猶豫不決，最後只係喺外圍大叫救命。好快，警察就趕到現場。佢哋冇用暴力鎮壓，而係用更文明嘅方法。佢哋向空氣中噴灑蘇摩氣體，用喇叭播放住充滿溫情同安撫性嘅勸語錄音，仲向最激動嘅人發射麻醉劑。好快喺藥物同催眠錄音嘅作用下，原本狂暴嘅人群就冷靜落嚟，個個都眼濕濕咁互相擁抱道歉。一場暴動就咁樣被溫柔咁平息咗。最後，約翰、克姆霍茲同伯納德三個人因為擾亂社會秩序而被捕，一齊被帶到去見世界10大主宰者之一穆斯塔法蒙德。喺主宰者穆斯塔法蒙德嘅辦公室入面，展開咗一場關於文明、幸福同自由嘅深刻辯論。呢場所謂嘅審問氣氛並唔緊張，蒙德反而好似一個學者咁，同佢哋三個，尤其是約翰進行哲學上嘅探討。伯納德一開始就嚇到腳軟，跪喺地度求饒，話所有事情都唔關佢事。結果令蒙德覺得佢可悲，叫人將佢麻醉帶走。剩低落嚟，約翰同克姆霍茲。蒙德承認佢哋呢個世界為咗追求絕對嘅穩定同幸福，確實犧牲咗好多嘢。佢問約翰點解唔中意佢哋嘅文明，約翰話佢哋嘅感官電影庸俗冇意義。蒙德笑住同意，但佢解釋呢啲就係穩定嘅代價。佢話你只能夠喺幸福同人哋以前所講嘅高雅藝術之間作出選擇，我哋犧牲咗高雅藝術。佢指出好似莎士比亞嘅作品《奧賽羅》咁樣嘅悲劇，係需要社會動盪、情感衝突先可以產生。喺呢個冇自導、冇痛苦、冇掙扎嘅世界，根本就冇悲劇嘅土壤，所以人民亦都唔會睇得明白。約翰跟住質問：點解要製造咁多智力低下嘅埃普西龍？點解唔可以將所有人都製造出聰明嘅阿爾法？蒙德解釋，一個完全由阿爾法組成嘅社會將會係一場災難。
因為所有人就只係想做管理工作，冇人肯做低層嘅厭惡性工作，結果只會引發內戰。佢哋曾經喺塞浦路斯島做過呢個實驗，結果證明係徹底失敗。佢話一個穩定嘅社會就好似一座冰山，只有1/9嘅人喺水面之上，其餘8%嘅人必須喺水面之下安守本分。而呢啲低階級嘅人，因為佢哋嘅培育，佢哋真心覺得自己嘅生活好幸福，佢哋根本唔會羨慕上層階級。蒙德仲話，為咗穩定，佢哋甚至要限制科學嘅發展，因為任何新嘅科學發現都可能帶嚟改變，而任何改變都會威脅到穩定。佢坦然承認佢自己年輕嘅時候亦係一個好出色嘅物理學家，因為研究一啲禁忌嘅理論爭啲被流放，但最後佢選擇咗放棄追求真理，而成為一個為大眾幸福服務嘅主宰者。蒙德進一步解釋，宗教亦係被犧牲嘅對象。佢從保險櫃入面攞出聖經同其他宗教典籍，話佢自己都睇過，亦相信上帝可能存在。但係佢話上帝同機器、科學、藥品同普遍幸福係唔相容嘅。宗教嘅作用係喺人面對失落、衰老同死亡嘅時候提供慰藉，但喺佢哋嘅世界，人唔會經歷真正嘅失落，唔會衰老，對死亡亦都冇恐懼。仲有蘇魔可以隨時帶來安慰，所以宗教變得完全冇必要。佢哋用蘇魔創造咗一種冇眼淚嘅基督教精神。約翰反駁話，正正係因為有苦難、有眼淚，生命先有意義。佢引用莎士比亞講述為咗愛情而奮鬥、為咗榮譽而冒險嘅價值。佢話佢哋嘅文明太過輕鬆，所有嘢都冇代價。佢哋唔會勇敢面對困難，只係直接將困難消除。蒙德同意，但佢話佢哋嘅目標就係要舒適，佢哋唔需要高貴或者英勇，因為呢啲都係政治低效率嘅表現。辯論到最後，約翰作出咗佢最著名嘅宣言。佢話：我唔要舒適，我要上帝，我要詩歌，我要真正嘅危險，我要自由，我要美好，我要罪惡。蒙德平靜咁回答佢：事實上，你要求嘅係唔幸福嘅權利。約翰毫不猶豫咁話：咁好，我正正就係要唔幸福嘅權利。蒙德跟住列舉咗一連串唔幸福嘅內容，包括有權變老、變醜、生病、捱餓、受各種難以言喻嘅痛苦折磨嘅權利。約翰堅定咁回答：我願意接受呢一切。呢段對話將兩種截然不同嘅價值觀推到咗極致。辯論嘅結果係克姆霍茲選擇咗被流放到一個氣候惡劣嘅海島，因為佢相信喺艱苦嘅環境下，佢先可以寫出真正嘅作品。巴納德亦被送去同一個島，對佢哋嚟講，呢個流放其實係一種解脫，因為喺嗰度佢哋可以同其他思想獨立嘅人一齊生活。但蒙德拒絕咗約翰一齊去嘅請求，佢話佢想繼續進行呢個野人實驗，睇下約翰喺文明世界嘅反應會點。被剝奪咗離開嘅權利，約翰感到徹底嘅絕望。佢唔可以再忍受呢個虛偽膚淺嘅文明世界，於是佢選擇咗自我放逐。佢去到倫敦郊外一座廢棄嘅舊航空燈塔入面隱居，佢希望可以喺度過一種簡樸、自給自足嘅生活，遠離所有文明嘅污染。佢自己開墾土地，想種植糧食；佢自己製作弓箭，想去打獵。佢希望透過肉體上嘅勞動同苦行，去淨化自己喺倫敦受到嘅精神污染。每當佢腦海入面浮現出關於萊莉娜嘅慾望，或者回憶起文明世界嘅種種罪惡時，佢就會用一條打咗結嘅鞭，狠狠咁抽打自己。佢希望用肉體嘅痛苦去抵消精神上嘅誘惑同悔恨。佢跪喺地度祈禱，向佢喺保留區學到嘅神明，以及佢從莎士比亞入面理解到嘅上帝懺悔。佢嘗試用最極端嘅方式去揾翻佢心目中嘅人性尊嚴同靈魂純潔。但係呢個世界連俾佢獨處嘅權利都唔肯施捨。有一次，3個德爾塔工人路過，意外睇到佢鞭打自己嘅情景，仲將呢件事傳開。好快記者就蜂擁而至，一個代表記者想採訪佢，約翰憤怒咁鬧佢，仲一腳將佢踢走。但記者們並冇放棄，佢哋好似禿鷹一樣圍住佢。約翰用石頭同箭趕走佢哋，但佢嘅古怪行為反而令佢更加出名。終於，一個叫做達爾文波拿巴嘅感官電影攝影師偷偷喺樹林入面設置咗隱藏攝影機。佢花咗3日3夜，終於等到約翰再次因為內心嘅掙扎而鞭打自己。佢將呢個充滿痛苦同血腥嘅畫面完整咁拍咗落嚟。
仲加入咗感官效果，製作成一部叫做《薩里野人》嘅感官電影。呢部電影上映之後，立刻引起巨大嘅轟動。約翰嘅自我懲罰喺文明人眼中變成咗一場最刺激、最新奇嘅娛樂表演。電影上映之後嘅第二日，無數架直升機載住好奇嘅遊客，好似蝗蟲一樣飛到燈塔。佢哋將約翰嘅隱居地當做一個旅遊景點，將佢當做動物園入面嘅一隻奇珍異獸。佢哋圍住約翰大聲嘲笑，向佢掟花生同口香糖。約翰驚恐又憤怒咁退到牆邊。唔知點算好，人群開始起哄，佢哋有節奏咁大叫住話：我哋要鞭子。佢哋唔係要理解約翰嘅痛苦，佢哋只係想睇一場真人表演，一場喺感官電影入面體驗過嘅刺激表演。佢哋將約翰嘅精神掙扎簡化做一個可以被消費嘅娛樂項目。約翰嘅自我放逐徹底失敗。佢越係想逃避文明，文明就越係以一種更具侵略性、更侮辱嘅方式將佢吞噬。佢嘅痛苦唔單止冇得到淨化，反而成為咗大眾狂歡嘅對象。喺呢個時候，佢最唔想見到嘅人出現咗，一架直升機降落喺人群同燈塔之間，從機艙行出嚟嘅就係萊莉娜。萊莉娜望住約翰，眼神充滿咗哀求同憂傷。佢慢慢咁向約翰行過去，眼淚流咗落嚟。佢可能係想向約翰道歉，或者想表達佢嘅愛意，但係喺約翰眼中，萊莉娜嘅出現就係所有罪惡同誘惑嘅化身。佢嘅出現再次激發約翰內心嘅慾望同之後嘅自我厭惡。圍觀嘅群眾睇到電影嘅女主角出場更加興奮，繼續大叫住我哋要鞭子。喺極度嘅精神崩潰之下，約翰終於失控。佢將對文明世界所有嘅憤怒同憎恨都發洩喺萊莉娜身上。佢大鬧住槍斧，然後好似發癲咁用佢手上嘅鞭狠狠咁抽打萊莉娜。萊莉娜嚇到尖叫住逃走，跌咗喺地。人群睇到呢一幕，唔單止冇阻止，反而爆發出更興奮嘅歡呼聲。痛苦對佢哋嚟講係最引人入勝嘅。約翰喺瘋狂之中，唔單止鞭打萊莉娜，亦開始鞭打自己。佢大叫住要殺死自己身體入面嘅罪惡。圍觀嘅群眾喺呢種狂熱氣氛嘅感染下，再加上佢哋被培育出嚟嘅集體行動嘅本能，開始模仿約翰嘅行為。佢哋互相毆打，發洩住一種佢哋自己都唔明嘅暴力衝動。有人開始唱起咗一首充滿性暗示嘅團結儀式歌曲。好快，所有人都跟住唱，跟住跳舞。現場演變成一場集體嘅混雜住暴力同性愛嘅瘋狂儀式。呢場可怕嘅狂歡一直持續到午夜。喺蘇魔嘅效力同長時間嘅感官發洩之下，約翰最終都筋疲力竭，昏睡喺草叢之中。佢最想抵抗嘅嘢，最終以一種最極端嘅方式將佢徹底吞噬。佢唔單止唔可以淨化自己，反而被捲入咗一場比文明世界任何娛樂都更加墮落嘅集體癲狂之中。第二日朝早，當太陽升起嘅時候，約翰喺宿醉同肉體痛楚中醒嚟。佢瞓喺地度，迷迷糊糊咁望住陽光，然後前一晚所有可怕嘅記憶，好似洪水一樣湧入佢嘅腦海。佢記得自己點樣鞭打萊莉娜，記得點樣同嗰群佢最鄙視嘅人一齊陷入瘋狂，記得嗰場充滿罪惡嘅狂歡儀式。佢意識到自己最終都唔可以逃離呢個世界嘅污染。佢唔單止唔可以戰勝佢，反而喺最不堪嘅情況下，成為咗佢嘅一部分。佢嘅苦行，佢嘅鞭打，佢嘅祈禱，所有嘅掙扎喺呢一刻都變得毫無意義。佢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徹底嘅羞辱同絕望。佢用手遮掩住自己嘅雙眼，發出痛苦嘅呻吟。佢知道自己已經冇辦法再回頭，亦都再冇任何地方可以逃避。佢嘅理想，佢嘅信念，佢從莎士比亞入面學到嘅所有關於人性尊嚴嘅嘢，都喺呢一夜之間被徹底粉碎。當日，更多嘅直升機載住更多嘅遊客飛過嚟，佢哋想再次觀看野人嘅表演。佢哋喺燈塔周圍大叫住約翰，但一直冇人回應。燈塔嘅門微微打開，幾個最大膽嘅遊客推開門，行咗入去。屋入面好靜，好暗。佢哋穿過一道拱門，去到通往樓上嘅樓梯底，然後佢哋睇到咗故事嘅最後一幕。喺拱門頂端嘅橫梁下面，有一對腳喺度輕輕咁搖晃。佢哋再大叫野人先生，但係仍然冇回應。嗰雙腳就好似兩支冇目標嘅指南針嘅指針，緩慢咁向右邊旋轉，然後停咗一陣，再緩慢咁向翻左邊轉過去。
約翰呢個唯一堅持人性尊嚴、唯一要求唔幸福權利嘅人，喺經歷咗徹底嘅幻滅同絕望之後，最終選擇用上吊自殺嘅方式結束咗自己同呢個美麗新世界之間嘅所有鬥爭。佢嘅死亡就係對呢個完美幸福社會最沉痛無聲嘅控訴。《美麗新世界》呢本書同我哋之前講嘅兩本極權主義小說唔同。George Orwell 嘅《1984》描繪一個用恐懼、痛苦同無孔不入嘅監控去壓迫人民嘅極權社會，而《動物農莊》就警告我哋權力點樣腐化人心，最終只會遺憾地淪為暴政。但赫胥黎嘅《美麗新世界》預言嘅係另一種完全相反，甚至更可怕嘅未來。我哋唔再需要被統治者嘅皮鞭統治，而係被自己對所謂快樂同和諧嘅無盡渴求所毀滅。書入面嘅人靠食蘇魔逃避痛苦，今日嘅社會，我哋一覺得悶或者焦慮，就習慣性咁碌手機，追求一啲廉價嘅娛樂。呢啲隨手可得嘅多巴胺，其實就係現代人嘅蘇魔。書入面有睡眠教育幫人洗腦，今日亦有大數據同演算法精準咁推送資訊，話俾我哋聽你應該買咩，追求咩生活。我哋嘅慾望早已被人不知不覺間定製。美麗新世界嘅人用自由同真實嘅情感換取咗表面嘅和諧同安穩。約翰最後用生命捍衛自由同唔幸福嘅權利，去擁抱真實嘅痛苦同愛恨。喺廉價嘅舒適同娛樂面前，我哋又會唔會都慢慢喪失咗思考嘅能力，忘記咗點樣去做一個有血有肉嘅人呢？今集就嚟到呢度，如果大家中意今集嘅內容，希望可以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留言話我知你有咩睇法，記得撳埋個叮叮鐘，多謝你哋嘅支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